由议员林美燕号召发起，寒暑假南区甲安平区绿色学童免费营养午餐的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10档。有的议员服务处、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芳金慈善爱心会、中华九子慈善会、甲英语西主会等团体共同赞助，预计帮助南区甲安平区总共18间高中甲国中小，大约300位学童受惠。2015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启动了爱心，结果一路走来，我们从来不会因为时间，我们把爱心减少了，没有。我想，我们一直累积的我们这些爱心，把小爱化为大爱。而且本来是每一年的，我历史就讲的，刚开始那时候100几个尔嘞，然后还有200多，竟然300多。去年因为疫情400多，400几个。400几个协同，是的，所以每一年的寒暑假，尤其在暑假，我们这个就是协同的营养午餐，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压力蛮大的。旧年100几万，刚才暑假一个暑假开100几万100多万照顾这些协同。真的再跟给这些所有单位再一次肯定，也再次说谢谢。守护孩童的健康也一直是我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我们觉得是我们的这个善尽的一个社会责任。那我们这样行之有年我觉得说大家也都很关注这样子的一个捐赠爱心营养午餐的一个活动，所以前几天呢，我就有接到电话，理事长今年营养午餐刚是要搁开始敢不是当时当交钱我们要去捐钱，所以我就觉得满满的感动啦就觉得说大家真的都是非常用心的在关注这样的一个活动，守护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责任的义务，是他们非常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今年的暑假对7月3号到8月29，总共42天，将分别伫国民路、万里、甲盐埕议员的服务处，以及台南市议会等4个所在来发放便当。另外，为了鼓励学生养成爱惜食物的好习惯，今年8方建设还佫提供伴手礼，只要学生莫无缘无故无来领便当，就能顺利领取伴手礼。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